我说一开始其实你很想要去想去怪，叫做好上的讲学。嘿，错，好，就是你平常时就算冇睇讲咩唔怕，你读多爱的，刚好你讲一支啊，一支也做得，就做得咧。好，你迄种的怪人来讲下呢，错。不过你读到形形色色的人，也有。那不过我伫请那个受访者的时候，其实我会偷记掉，因为路上茫茫人海啊，我也因此记掉，那我就会就是我就是要找年轻的，年轻人为主，然后其实就一记发强摸你黑客家人嘛，最经典的，你只要告诉我黑也唔黑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就用客家来对发。这样就好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有讨论过，我们的华客比例，到底要抓多少？因为其实你做客新闻，底部度大家会希望客家的媒体听出的80%可能80%、100%，就全部都会客家发。然后这样其实对香港人来讲啊。就是非常有距离感，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光听这些我就可能觉得有点困难，你还要我讲一大串，所以因为其实我这个也不会懂不会讲嘛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好，我们要专心的主攻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，然后找年轻人，然后我们目标族群就是18到25，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或者25岁以下这样。然后我们的华客比例就是抓8:2。你会想讲，你会破盘后上的框架，唔能有过多嘅靠你的人，你爱没破盘唔宽呢？可是这个设定系自己设定啊，我批评的人还会批评啊，你一开始要承担这个合法的，因为就算合法讲的无算无都一定好，不过还做得，一开始播新闻。那些难免会有人讲嘛，不管怎样都会被讲。我唐越人唔像南普人，没有安尼哦。嘿，刚唔按用嚟去，你开始会读多几多年的正义嘛，那会觉得其实我去甲无上安度啦，我get 听我做目前的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话，我就不是这样了呀。所以有些留言其实没有太多的负面或是攻击的留言啊。有看过就说，主持人呢客家讲到按唔脏按唔好，怎么会还做客家的东西？其实有赏识黑简系的关系，我可能今天遇到的这个人，他可能客语本来就不太会了，然后我可能就是也会穿插华语去跟他聊天。